好啦，乡亲啊，这礼拜这个天气会有明显的变化，尤其是拜四，阁有一波寒流会到位。这个北部甲宜兰的低温会落降到18度，加上这波寒流比顶一波的水汽阁较侪，所以感受上会阁较冷哦。啊嘛，因为低温加上水汽充足，所以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来落雪。搁爱甲前一天的好天气讲再见。拜一上班日，搁开始落雨，北部的民众伫未来一礼拜爱记得甲雨伞罩好，而且拜六礼拜之前，搁会有寒流来报道。礼拜4开始寒流会南下，礼拜5、礼拜6预计都会在寒流的影响之下。那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点，预计会落在礼拜5一整天到礼拜6的清晨。北部会真湿淡，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度会差真济。拜一开始会较回，拜2开始北部、东部愈来愈湿凉，到拜4阁有寒流，拜5、拜6会上冷。北部宜兰干那8度，中南部干那10度，花莲台东12度，外岛马祖干那4度。冷空气搁加上水汽，北部到中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雪。礼拜5、3的晚上到礼拜6这一整天呢，其实在北部、东北部1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，就有可能出现下雪的情况。那中南部地区的话，如果水汽跟温度配合的良好的话，在这一段时间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机会出现下雪的情况。看你若是无等着雪，无要紧，扫落来阁有机会。不过拜4这波寒流温度会比顶一摆阁较低，出门唔拿会记得穿较少的，嘛会记得扎雨伞，雪意千万唔通去感到。